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師會裝修公司嚟到青衣嘅青富苑。呢個單位面積大概390尺，屋主求嗰層係1房1廳。今次個單位嘅裝修風格行呢個輕奢華嘅設計風格，我哋希望營造一種奢華同埋時尚嘅感覺。非常感謝業主信任，送咗係本公司嘅居屋全拆套餐加適工程。今次嘅工程係包括客廳、房間、廚房、廁所嘅地磚、瓷磚更換，新訂造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、浴屏，仲有包括全屋嘅油漆、水電、清潔費、假天花 LED 燈、一個獅字櫃同埋房間嘅門，合共係211800蚊人工包料費，我哋絕冇其他附加費用，以成為本嘅。首先，我哋嚟到廚房嘅位置，廚房選用咗現代簡約風嘅設計。下面嘅櫥櫃選用咗深綠色配搭銀色嘅把手，上面嘅櫥櫃配搭亮白色嘅顏色。最出邊嘅位置，我哋就留咗放雪櫃嘅空間。其次，我哋嚟到廁所嘅位置，今次採用咗黑色趟接巴士門。廁所嘅內部選用咗現代簡約風嘅設計。而臨嘅空間方面，採用咗玫瑰金圓拱形嘅玻璃浴屏。最上面嘅位置設計咗3門嘅鏡櫃，同時喺左邊做咗一個倒地嘅儲物櫃，喺下邊留咗放洗衣機嘅位置。房門採用咗棕啡色嘅木門。房間入邊嘅空間可以俾屋主放到一張4尺嘅雙人床，一個大衣櫃連書台。然之後出返客廳位置，我哋設計咗一個到頂嘅獅子櫃。最特別喺中間嘅位置設計咗黑色玻璃嘅鏡面。客廳同房間嘅地磚選用咗亮灰色嘅雲石地磚，而油漆方面選用咗白色同埋深藍色嘅油漆。好，今條片嚟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